各位同學，今日係2025年6月12日，星期四。最近嘅晚禱當中，無論係重溫或者係新錄嘅晚禱，都講到三國故事當中一啲人物，講到趙子龍啦，講到司馬懿、曹爽等等，都提到唔少戰役，都逃不出殺戮，逃不出兇殘嘅事蹟。我哋見到嘅就係暴君，見到嘅就係心機算盡嘅統治者。有幾可有一位仁君出現呢？有幾可有真係國泰民安嘅統治呢？今晚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位仁君啊！佢係歷史上罕有嘅有仁德、有孝心、有愛民如子、有節儉不勞民傷財嘅德性，而且難得嘅係佢以身作則，為大眾、為自己嘅大臣樹立好嘅榜樣。佢就係漢文帝劉恒啦。佢生喺公元前203年，死喺公元前157年，享年46歲。佢23歲就做皇帝，稱號為漢文帝，在位23年，開創咗文景之治嘅盛世局面。我哋可以分開三個佢嘅優點嚟到去介紹佢嘅。首先，漢文帝第一個優點就係佢如何以德服眾，如何以仁德嚟到去管治。後世嘅史學家，不論係司馬遷嘅史記，或者係班固嘅漢書，都喺呢方面高度表揚佢。司馬遷話佢以德化民，達到儒家理想嘅仁政境界。而班固呢，就話佢專務以德化民，興於禮義，以道德教化，而非嚴刑峻法嚟到去治國。唐太宗都曾經講過，漢文帝慈祥節儉，以民為本，以道德為依歸，佢好仰慕佢。甚至殺人如麻嘅明太祖朱元璋亦都話，漢文帝有周成王嘅素質，開啟三代之風。好明顯，朱元璋就係將佢比作周代嘅賢君。周代賢君喺歷史嘅洪流當中佔有非常之有名、好重要嘅地位。漢文帝嘅仁德喺好幾方面表現出嚟嘅。首先，佢廢除酷刑，司法執法都以寬仁為主。佢廢除咗嚴刑逼供，尤其是係毒打成招。佢更加廢除咗腐刑。腐刑係一種既殘忍亦都好羞辱嘅刑罰，就係喺面上刺字呢，或者係割個鼻呢，或者係斬腳，都係好野蠻嘅刑罰。而漢文帝就提倡以鞭打嚟到取代啦，至少唔會留下終身嘅痕跡。至於死刑就可免則免，要非常之清楚而且好嚴重嘅罪行，例如殺人啦、叛國等等，先至可以定死罪，而且更加要查明真相，要人證物證足夠嘅，所謂證據確鑿，先能夠下定案。一定要避免誤判或者冤獄。佢更加下令覆查全國嘅所有死刑嘅案件，以免呢係有所謂叫做冤獄啦。漢文帝第二個優點都係佢治國嘅德政，就係佢好體察老百姓生活嘅艱苦，所以盡量減輕佢哋要納嘅稅項。所謂減得就減，佢曾經將嗰啲田租由15歲一減到30歲一，甚至有12年嘅時間全免嗰啲百姓嘅田租。佢亦都減低縮短服役嘅時間，即係每年1個月嘅服役減到每3年1個月，令到啲百姓屋企嘅男丁不至長期呢唔喺屋企啦。漢文帝佢開放皇家山林同埋池澤，讓老百姓嚟到採摘果子或者喺度捉魚。佢要求自己內宮嘅妃嬪節儉，唔好浪費，舊衣服着得就着，舊鞋穿得就穿，唔好作無謂嘅裝修或者美化。佢時都話，聲譽或者威風唔係由外在嘅飾物所堆砌，而係由內在嘅德行，係由人厚善心而散發出嚟嘅。
真係好似聖經耶穌嘅思想啦。其實正正係因為朝廷係咁節儉，於是就唔需要徵收咁重嘅稅，亦都唔需要抽調咁多嘅男丁嚟到當兵或者喺朝中服務。有一個好好嘅漢文帝節儉嘅實例咧，就係有人提議喺御花園嗰度興建露台，顯示花園嘅優雅同埋美輪美奐。當佢問工匠要幾多錢嘅時候，工匠計算咗啦，就話至少要100斤嘅黃金。漢文帝聽到要100斤嘅黃金太貴啦，100斤嘅黃金即係10個中等家庭全年嘅收入。佢就同下屬咁話啦：我奉先帝之名繼承呢個帝位，時時都恐懼自己不稱職，有辱先帝之名。建呢個露台唔係必要嘅，我哋就可免則免啊！漢文帝咁節儉，真係一個好榜樣，令到朝廷上下，尤其是係內宮嘅宮女、妃嬪都佩服不已。皇帝自己身穿嘅就黑色嘅衣服，粗粗厚厚、樸素，冇咩嘅圖案，連佢嘅將相大臣都學佢一樣穿得好樸素啦。佢哋都指示皇帝嘅陵墓唔需要開山劈石，唔好去興建，只要依山而建就可以啦。墓內嘅陪葬品都用瓦器嘅，唔好用咩金銀銅石嘅裝飾物。所以為佢自己，佢只需要係薄葬就夠啦，唔需要厚葬嘅。咁節儉嘅人君喺中國歷史實在罕有。而且佢嘅節儉帶動整個宮廷，呢個先正係耶穌所講嘅神貧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漢文帝嘅節儉真係近乎耶穌所講嘅神貧，就帶嚟整個國家嘅興旺咧。咁第三個漢文帝嘅優點就係佢嘅孝心。呢份孝心雖然唔係直接影響民生，但係佢呢個榜樣就成為後世千百年嚟嘅典範啦。漢文帝曾經講過話：孝悌天下之大順也。佢唔係講俾人哋聽，叫人哋去做，而係自己身體力行嘅。佢個母后薄太后患病3年，文帝悉心嚟到侍候，經歷3年就如一日。凡捧上藥湯嘅，佢自己必先親嘗，冇毒性啦，冷熱適中，先捧俾自己嘅母后嚟到去飲咧。佢更加以孝為做官嘅條件之一，呢個措施就大大提升咗社會對孝道嘅重視。呢份重視令到整個朝廷充盈住幸福、家庭和諧嘅景象。所謂齊家先能夠治國，最後先能夠平天下咧。漢文帝上述3個優點，亦都係佢治國嘅3個重點。果然湊效，開創咗歷史清揚嘅文景之治。文就係指漢文帝，景就係指佢嘅太子漢景帝。兩父子為漢朝開創咗一個升平興旺、以民為本、以禮為先、以孝為仁嘅太平盛世啦。老子曾經講過：我有3寶，持之以恆。呢3寶就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漢文帝佢以仁慈嚟到待人接物，固然無敵。佢節儉樸素而惠澤天下，百姓亦都樂於接受佢嘅教化。我哋今晚就以呢一首嘅聖歌播種仁愛，去回應我哋今晚嘅主題。我把仁愛播在世上，我把仁愛播在世上，我把仁愛播在世上，播滿紛爭恩怨之世。我哋嘅同學開始考試啦，考到下個星期，為同學好好嚟到去應考，而且喺考試當中得到教訓嚟到祈禱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
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喺新聞嗰度知道，美國呢個超級大國最近都有城市暴動嘅，要出動國民警衛軍，事態相當嚴重。我哋都知道，美國如果動亂呢，亦都會令到整個世界動亂。我哋特別為美國祈禱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我哋特別咧為我哋嘅學生能夠了解到考試嘅好處，更加了解到考試當中自己弱嘅地方喺邊度，好能夠補救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願全能的天主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阿們。祝大家平安，感謝天主。